咩问题？叫咩无客栈？侬客栈飞面话很有名的动作。侬客栈飞面话，面话是客栈。黑罗红望海，黑罗红望海。望海来电叫，来电，来电叫为主，为主，为主耶稣呢？为主耶稣呢？门道，门道。门道，门道，新本，新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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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罗罗当头，罗罗当，希罗，希罗，希罗红，希罗红，望海，望海，来电，来电叫，来电叫，为主，耶稣呢？耶稣，念门道，耶稣的门道，他的名头，名头，门道，门道，心，心，命，头，罗罗当，罗罗当。希罗红、望海、文港、来电教这些经历，教就是经历，为主耶稣的门道名头，他的名声就是名声的意思，他的名声，心就生，有一种字呢，它是带一个口字旁的那个生，就是传播，就是传播的意思。心名头，罗罗当，当就是 place， 地方，地方，名头，这就是个名头，它的名头就是它的名声。希罗红望海来电教为主耶稣的门道生命头罗罗当，他的名声很小，别人都知道，所以他很有名声。门道，有面分散几个国家。也要托付我们右面努力向上，死不待我，祝愿右面学业有成恩，走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。海来能量不海，海来不免平安。